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欢迎收看福喜来嘅。唔知各位好朋友睇看电视嘅时节，书上为哪顿东西做手工艺冇？有位好朋友啊，就同嗰本嚟讲，今日哪看节目嘅时节，书上为哪顿熟嘅啦，也系带嚟做编织嘅手工艺。节目看起嚟，书上嘅作品也就完成了哟。不过啊，连到嗰本嚟自家睇试验嘅时节，就完全没一回事呢。点来点去，捞来捞去，捞到最尾全部打团了呢。节目冇看到作品也完成唔系，哇，实在冇简单呢。讲到一个编织，根本呢人就特别邀请到一位来自内部亲自去欣赏哦。佢看电视可以做手工艺，甚至于讲佢想要做嘅东西，佢看过嘅也做得出来哦。佢唔单止会做，佢也会教学生嘅呢。佢喺学生嘅对1岁嘅幼稚园到7、80岁老人家也有哦。一个安慰做又会安慰教嘅先生，佢嘅人生故事应该当精彩吧？人哋就夾嚟邀請佢分享佢來分享咯，人哋馬上來分享，人哋王全基王先生。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王全基，來自屏東縣內埔鄉新北市。哇，全基先生歡迎我。頭到我講嘅，那看電視，那做手工藝對你嚟講真簡單，係冇？係啊。哦，又唔過等下示範供養。等下請教唔用嘅來做，奇怪你班人做一個手工藝嘅時間吼，可能節目數都聽唔嚟通啊。數通嘅哦，從到最尾全部打頭能做唔出來。好多年呢。先生，一邊看到按獎嘅作品全部係你自己做嘅啊？係，全部都係做嘅。喲，大大細細都有呢。按你等一下，我來介紹之前啊，先來請教老師一下。老師，你應該原本都唔係學一個編織嘅吧？做乜嘅會想講我來做一個編織手工藝嘅先生咯？也花工來都幾長嘅我唔怕人哋時間嗰度。即係你咩？因為當初嘅時節係因為我爸爸出茶貨，都想講我做乜嘢，全部都可以出外，開始條路，冇人可以講企一片老一啲照顧因為老母嗰條公司請假冇可能請到人啦。像我條路嘅都想講，我可以都趕出辭職，都過來照顧，因為我有迄都卡最大嘅，都想講過來照顧，照顧，又讀到太老妹，講天爺妹嘅，所以都講，公姐，我天爺妹本照顧好冇，我講好啊，假如提照顧妹嘅，所以又照顧爸爸安尼，是咪生意都係突到，要開始行路嘅，都想講，開始感覺怪無聊，想講來學買東西，都想講，以前讀書係讀家政的呀，都想講來學拼布還是乜嘅，想去拼布，以前讀書烹飪總係會及格安尼60分、70分又高都好嘅，唔係佢專門錄出嚟啦，我專門係煮菜煮嘅啲啦，都想講，還是看一下好嘅，叫你去尋資料，看書，看了以後看。叫孫生要請幾多材料嘛？伊看你材料要按多錢咯，學一個東西要按多錢，那有可能咯。學一個東西按貴，甲譬如講我買材料按貴啦，咁唔嗱假如真係做誒，有人愛買法，咁唔嗌你買，根本都冇人會買嘛，因為太貴嘅呀。要發清書，去圖書館，辦清到前度也編織誒，細模人如果考卡班嘅嘛，故所看到我都講，我咪個隔意呢嗬，假如來試看都好嘅，故所都想講，呀材料又唔係貴哦，又削削嘅，買日來唔要唔會咁樣講，都講佢花錢去嘅，都書晒都買一本書，因為其實唔係講嚟看幾多東西嘛，都想講買一本基本一開始入門嘅嗰種書來看。都開始請嘅名錄方，有的人會分享嘛，還是買都對佢哋嚟去學。嗰時候都一開始，都想講都開始慢慢地接觸，編織也地步也條路出嚟。對，我行呢條路係都卡有使用，嗰時候對之前嘅工作都蠻多一片的，也順上這個有興趣都做嘅嘛。咩可以咁嚟講？這個有興趣可以做，你看，做出來，假如講騙你唔係話，自己嘛，自己又可以拿來用。一開始想到係自己拿來用啦。像係第一擺做出來嘅東西啦，你本來自己爸爸嫌咩？你講要做乜嘅東西，乜可以看得下乜嘅，佢說也激發，你本來講我都唔信，我
做唔出，我咩唔定要呢？我个性有时间其实我咩会有嗰種3分鐘熱度啦，嗰時候我想講，我對阿編織既然我有耐心哦，係我規日嚟做嘅，我都改感恩呢。哦，係，從人哋平常時做一睇嘅做規日冇法度呢。嗰時我爸嘅句話我都想講。做好唔講啊，做嘅安處，叫我都見研究講，看到點樣去做佢做到種嘅數項啊，嗬，嗰種人俾人做出來安鬧，佢說我都慢慢做，可能命體會都命到技巧，佢說你講原來係安尼哦，好我啲嘢都命出來，都開始慢慢作品都出來，較有可以看嘅啦，安尼老師你這個頭先有講嘛，係哪一本書這個翻呢？這個好，你對翻書開始好，都真是做出一個作品，先唔管佢講好看也唔好看啦，翻書都這個做出一個作品花1個月時間。差唔多4年有哦。4年都做出第一個作品，你去幫爸爸嫌嘅嘛？原來係第一個，佢嫌係我以前為馬蹄擺做，你全部係自家看書嘛，也係講有去請老師咧。我一開始其實我去學嘅時候，大部分都係看書，我還有都看網絡上人家嘅分享嚟做。因為一開始學嘅我哋也做法學有幾多種，學編織方法有幾多種。我說一開始學嘅係嗰種，我感覺係幾簡單嘅啦。有的人係感覺講一種嘅變法較困難啦。我說有的人學嘅入門嘅嘅變法有幾多種冇同樣。我唔曉得咧，我都感覺講幾困難。市面我感覺講幾困難嘅東西，人家都講，我想愛嗰種嘅哦，你想老闆看到嗰種架子嘅木扛嘅呀，台嘅木扛嘅嗰種嘅，叫市面因為都係看到有一個老師啊，佢做嘅水果籃嘅，你講做佢鬧佢講，想講有的人啊，他講人水果籃一天都用得到嘛，嗰時候都想講，請教嘅老師講可以教我冇，冇想到嘅老師。馬上都同我講好啊，如果有上課喺我去，係都教我，教我都有的老師講真咧，幾好，冇像都係講講，而唔係講佢不吝嗇分享啦，有乜嘅變異書風來啊，有乜嘅意思，一啲啲咧，還是乜要注意嘅，都會同講安尼，有問題唔可以請教伊都咩會同講嘅，譬如講一東西。可能我唔曉得買，我冇伊，伊都同我，呀奶安尼請教伊，伊都會同講，嗰時候我水果籃咪都係同個老師學嘅，學嘅以後，因為每個人做法會冇同樣嘛，嗰時候我做以後，過來我又再自家命自家嘅數咯，按照去數自家嘅感覺講要變較好，較地得講要變，嗰時候過來命到自家嘅技巧啦，嗰時候都開始。水果籃咪都做好起來，都做嘅大家人幾好嘛。因為一般人大家人都係廚藝食啊，廚藝食又如何創業啊，如果想講買嘢來幾方便，因為可以看幾久嘛。所以你買嘢幾好，即係拿去水果桶嘅空啊，都知道變個眼睛腳太嘅頭前，即係看去創業安尼。如果好，唔是講要塑膠袋，看你一太袋，要帶乜嘅牌嚟嘅就去到嘅安尼。佢說好，像唔睇我哋嘅片咧，像白宮咩啊，看到有水果籃咪，大部分都係迎合來啊片同埋聽咧，我冇都係學生來學嘅，自家過去用。嗰時候人哋看到一種全部嘅作品啊，其實。當個模像一樣咧，不過看樣式差唔多都係演出來嘅。安尼老師，你做一個作品啊，大部分談上來都同食飯中人哋用到嘅作品，用得到嘅東西差唔多嘛，都卡邦嘅啦，盤嘅嗰度。你創作一個作品嘅時間，你嘅靈感，你用嚟去想講做一種東西，用嚟去設計啊？一般都係翻書。翻書，看人家有做乜嘅？嗰度，我都去看網絡上有人會分享嘅作品，我都去攞筆看到時，都會翕相起來。有時會看，因為等於講看相片，都可以直接講一樣做，都唔是講要愛有嘅，都像初學者樣買都唔對。我說有時攞筆看到好嘅，都會提起起來，留頓，自家再做一個變化安尼。老師，你能會自己會畫嘅設計圖、設計圖？唔會，都直接看到嘅，都想講，我原本要做一個，我都直接編嘅。老師，你係天才嘛？
无除非迄讲有的人还会要求讲，我扁丝上去，扁丝叫做用天咯，伊个，啊，毋过吼，但是我最后尾个唔好用接叶种个色，因为吼，我天咯，应该讲我天咯观光啊，我抢尾天咯都可以拿来搞天通，休闲娱乐，嘿，放松的时间，故所讲变咧讲，我用叶种个时候，我都伤脑筋，我上过叫我娘用，我娘提下丝娘。变咧起个拄好起当风，本人家嘅，他讲又讲讲，人下刚刚讲唔买吼，唔会炒鸟嚟安尼。佢说大部分有时吼，接到呀，总个有时我就会讲，等过叫我，安尼。你先生，唔行编织一条路的时间，你有遇到这个感觉够困难的事情吗？有，其实困难吼，其实应该讲更加困难的怪少。主要就像我头讲嘅编个丝上去嘅问题，其他大部分更加讲困难咧，其实还好。以前咧，法律会讲，像我讲编个平嘅一种咧，对我来讲係怪困难的事情。你讲以前魔术嘅技法啦，都对你来讲係困难，更加全部學到嘅最困難嘅部分，電到係個用嘅編個絲上去嗰種嘅西方下嘅東西。安尼先生。对这个好開始都可以來教人家，你一段時間一久啊？差不多1-2年。1-2年。老師，你真是感覺你係有天分的，然後可以做安尼按腳。其實人家安尼這個好，某一天馬上都可以學嘅，甚至於講教人，這個好可能會做出東西啦。可能我教人都冇按腳呢。因為我明日書都係hand下來都見佢通啊。都想要見佢變講買東西，譬如講佢要變嘅嘢變出來，你會想講，我下一個情緒，你變數可能有乜嘅，所以我更加數，本來講我之前講我想買貼本都好嘛吼，佢下後以後曉得變嘅，都每一本嗰種老師出來嘅編織嘅書，我每一本都收集起來，冇看到冇共用嘅，我看到咩係編織，總不如買起來，變嚟講我嘅編織嘅數都改多啊咧。我哋嘅原來因為先生你自家有興趣，都好明日可以練習，嗰時候咱可以按腳都可以，分享，然後甚至有來教人家，錯冇？哇！談到鴉片觀眾朋友，將第一個馮先生原來係將自家喜歡嘅東西加上自家嘅熱情，將可以把一個興趣變做工作來教人哦。我哋休息一下，見到精彩故事，我哋馬上過來。上一段談嘅馮先生，佢介紹講佢用辦行一條編織之路。今家呢，我哋繼續嚟邀請先生來分享佢用辦做出按到按等一下嘅作品咯。先生，我看到按到按這樣嘅作品啊，我哋請教一下，一個鑰匙圈係唔係黃梨啊？係黃梨，按到水果全部都用自家做嘅嘛？係啊。我哋嚟看一下，一個我哋嚟猜一下，睇一下一個係草莓，錯冇？應該清香嘅。團啊！團可能先，呢，有個我哋토마토錯冇？唔錯。觀眾朋友，你看一個按等一下，按醬色色的粉，有一個唔係tomato嗎？唔係哦。還有那種水果係粉。伊還有同一個橙色的蕎哈。一樣的嗎？係兩種。就一個有蔬嘅tomato，一個含住蔬嘅tomato啊。唔係，還有另外一種東西啊，咩一個水果啊，咩個蕎，咩一個粉嘅，一個橙嘅。我知嘅，係唔係另個？係。安尼就有蕎，頭到咱香款嘅粉嘅同橙色嘅無蕎，加上一個葉嘅。其實係葉嘅無共用啊，所以咱可以分出講也係乜嘅水果安尼。唔過。人哋講嘅另個技能應該更重一些啦。因為較重一些又唔像另外嘅，因為佢做起來吼都唔像另外型嘅。做起來又變咧又是把重型嘅嘢，重型嘅話又更加怪怪。因為佢嘅材料嘅關係。係。老師我哋安尼最味咧最好彈咧，應該係飯瓜湯望看一個黃黃。嗰當然咩安尼彈？都唔錯。飯瓜伊做起來會較橢圓形。橢圓形，係有個蕎麥又係橢圓形啊。咩？伊較四方啦，應該講伊較四方，
啊，伊也椭圆形，如果像我哋有个水果，啊，有个意思，弹起来改好弹嘅啥？哦，改好弹，改好弹，嘿，松影都改好，哦，有一个很多事事如意，哦，双事，是诶，好事成双，嘿，佢说一事嘅，我就做2粒，冇可以做1粒嘅，嘿，观众朋友看下先，好事成双哦，有看到嘅吼，哇，请等你上嘅欣赏，那你要全部这个。像那种水果吗？还是全部的水果你都有吃过诶？有试过，酸果嘅地话吼，嘛个嘿。那个细年呢，好，也细妹今年会请好呢，因为那个你看细细啊，可能不用啊摕包包底杯啊，也要做钥匙圈，拢请等一下，请可爱呢。啊，那个算乜个样？看一下。零钱包。零钱包，可以算零钱包，嗰度作用啊，嗰度用途。有的人吼，我拿来编名片，像我哋细妹人吼。有的像细妹要编个私密物、物件嗰种嘅东西，编个因为都好细细，quite方便，它又看唔到，又唔会跌出来。好，佢说有的人老人家有的去做编个人生嘅钱，有冇编啲地包安尼？嘿，观众朋友，发现到有个包包啊，有一个亲戚配的地方哦，睇下佢，冇个拉链呢。老师，你那个贴片做个磨拉链的哦？嘿，伊个种粘的迄路可以的，伊路底有个弹力啦。哦，嘿，那嗰度底部有包个磁铁有冇？冇，有个感觉有个粘性有冇？撞一下都几路掉开来。其实也个金缝片啊，又细细的，嘿，又扁扁，又唔会僵逼的。真是不用它底部马上都可以带出医院呢。冇错。哇，老师，你做的些东西真是清淡一香呢。还有乜个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哦，有嗰度啊，像我哋头前也吼，另外一种布的材质咧。吼，嗰種布嘅一種嘅，嗰種布嘅，藍色同白色嘅嗰種嘅吼，零錢啊吼，零錢包，伊都嘅嗰種布嘅材質做嘅，吼，伊做嘅都可以再連上去。哦，嘿，你都安尼編好誒，這樣同個包包帶口嘅扣，嘿，再連上去安尼。真是老師唔好講啊，看好咧，親像布嘅嗰種棉嘅嗰種來做嘅呢。以前人哋印象講那種編織啊，都會用塑膠嘅塑嘅嗰種。像人家看。都拍嘅相嘅嗰種嘅吼，係嗰種嘅，其實更加好已經延伸講嗰種嘅吼，嗰種嘅因為貴硬，冇法度做。佢說因為每嘢講吼，做一啲東西，佢說一定都要研發出講一種較軟嘅，適合我哋來做編織一啲東西可以拿來用嘅材質嚇。啊，而材質又延伸幾多種，又有珍珠帶，又有做嗰種皮嘅嘢嗰種嘅吼，啊，佢有嘅都搶我哋軟嘅布嘅嘢，安尼。也幾種安尼來做。哦，像老師你那個零錢包都用各種布的嗰種嘛？哦，佢用嘅技法有哪一種嘅技法？哦，技法有幾多種，像人家也布的都會用田字邊，好，一般吼，大部分人吼愛做嘅話，大部分都會做田字，佢係有平的，平的都像我哋呀水果籃的安尼。平的，平的一種嘅做法，佢都平邊。哦，還有另外一種嘅都會等於講，太子松都會做變化啦，伊個圖案，佢說變化都冇同樣，基本都會有兩種較多。田字邊同個平邊。老師你有問題，你講嘅平邊啊，像個水果籃嘅，平邊個看起來係平嘅嘛，錯冇？做乜嘅你嘅看起來嘅順後有個立體，還有波浪嘅形狀，有個形嘅。我做起來有冇比如是把造型，看起來又是把花俏，有的話係可以做平嘅。像我哋如果到人下，如去即個客廳啦，如等於講人下，大部分咧天壇如去人下即個，如去做一點即個嘢，譬如講愛買插春啊，愛做羊奶色啦，還是買個，我哋如按照人下嘅來做，除非講有時會當場看到，伊馬上都講愛嘢，我冇大部分愛嘅人下中鋪如去。老師愛同講做嘛，都插春本，有得話乜圖本看哦，也譬如伊買哦，有得係講嘅色，要買色，哇，唔對先買色，吼，伊會感覺講，哦，大塊透過每個如果看樣呢都很愛做，都講吼，有時會可以聊天吼，還是買，如果講，譬如講較介意買色啊，吼，都會可以
野人，譬如讲爱做对方啊吼，伊係愛送人呢，還是自家用？吼，伊介意顏色較淺呢，還是較沉呢？吼，還是伊要送人呢，係嘛愛用嘅，我都按照伊個差唔多去介意可以做嘅東西出來比安尼。老師，嗰種嘅作品其實可以賣一啲，全部都可以客製化咯，錯？大部分都會客製化，大部分，大部分。無先做好，可能用樣品本人家可能會講，我睇佢安尼。嗰時候呢，我哋用品嗰度呢，結果佢不如來才做出來俾人家看。哦，安尼老師，除了一個包包、鑰匙圈也得，看到還有一個親戚配的，像人家嘅無用嘅卡邦嘅，中間係伊個吼材質係珍珠帶，珍珠帶，係伊個較軟，較軟身，伊看起來吼無像我哋打包袋較硬，因為打包袋較硬，伊可以框較重嘅東西。呀珍珠帶吼，伊本身看起來材質，都質感較好。加上提拔吼，還有一些嗰種配件啊，看起來都較時尚，較高級吧。吼，看起來都感覺講，看出去都同嗰種有牌嘅個差唔多哦。真是同人哋一般咧看到嘅名牌包共用，係輕有質感。因為以前人哋來講，一種編織嘅卡邦嘅啦，台嘅一條，可能都過少一些嘅感覺，係啊，人哋看出去都像阿姐啦，見人看咧家己嘅嗰種像一種嘅型咧，真是咁冇看到呢。冇，其實更加好已經。演化講吼，做嘢種嘅也好，變咧講如做一個，不管乜場合，你可以帶出去本人搶啊，還是講去參加重要聚會啊，吼，還是講像我哋用打包袋做，咩可以做一個時尚。變咧講唔出去拿出去，唔係講，嗰種以前人家講，吼，唔係拿個賣菜出來啊。更加唔係，更加拿出去都更加講，哎呦，我拿嘢出去。看起來都感覺講，人家喺那，人家都會問講，人家那做嘅咯，感覺唔錯，都安尼。那先生用一種材料來做一個台嘅啦，一種東西，其他優點有哪啲嘛？伊應該講吼，唔驚水，唔驚污糟，佢耐用，佢食材，用嘅佢叫多，10年都冇問題。等於講唔買一個卡邦嘅，用嘅1年多，唔可以多全家之寶都冇問題。像我哋打包袋嗰種材質吼，像我哋會同人客講，打包袋唔可以拿來用，越用以為越有韌性，有嗰種生命用嘅，因為變得嗰有彈性哦。等於講唔可以用嘅10年1年多，係唔好用打包袋嗰種做出來吼，唔好用都會脆化，冇像其他材質啊吼，其他材質都會講又講。伊嗰種嘅材質都唔驚一講買嘅啦，像打包袋都有啊問題。佢說打包袋吼，我人客做成講唔得拿來用哦，因為我用嘅嗰叫多哦，用到吼，唔真係會講下講，好呀東西真係好東西哦。真耐用嘅，我想我揾都揾唔得。係啊，有時我爸都講，唔好做鐵貨，我買隻都唔可以再來買，都變你講，我出賣嘅，我講唔怕，做嘅好都會俾人家講，哦，做呀東西都會好，佢說來請呀老師來做，如果小要買呀你呀，我講那有乜關係？反正我係創人啊，吼，創到人嘅人家要同我去介紹，願意識嗰當然佢說冇錢另外一回事啊。根本我即個一般像我人家想法都係講，我根本嘢不管我係出去擺檔咩，還是樣我都咁樣，吼。根本我買11元還是買1多錢，我都感覺講，我根本有買東西我都會有創到嘅，不過我根本創1多錢，我創到都會唔壓人。唔感覺，我都會感覺講唔是，因為講我東西怪好，佢說人為咗錢嚟買。安尼先生，人哋即個睇到卡廠愛做一種卡邦嘅啦，建議講人哋愛學一個最基本開始，愛對那種開始做會好啊。一開始其實冇聽咧，佢哋會看人係想愛學乜嘅，我哋都教佢乜嘅。像我假使我哋教學有嗰度種嘛吼，譬如講像我哋安尼像我，譬如講我教我1對1嘅話，我都會從頭到尾，安尼教安尼變，樣嘅。我哋像我哋有去老輩搞嘅教學活動嘅呀吼，嘅人貼到嘅呀，都冇法度從頭到尾做到係啦，因為時間沒有關係呀吼。嗰時候你變你講可能都會做半成品，一般有必定講有參與感，也我哋沒有做到安尼，如果安尼必定去做。哇！觀眾朋友，原來王先生安尼太太細細作品底背還有按到等一下嘅故事呢，讓人休息一下，見到精彩故事馬上過來喲。
听到唐的先生介绍按到电影下嘅作品，我们继续来邀请先生来介绍其他的作品同其他人生故事咯。先生，头头讲到也到按电影下嘅作品啊，我就有问到讲，像一种色系用一种推的一只推的塑嘅接碰来的嘛，安尼做过最复杂、颜色最多的推的，是用哪一种种的啊？应该讲唔要讲最复杂，应该讲吼，像做四个片吼，去甲面纸盒啊吼，你用个纯的剪下来先啊，像讲弄迄个大松，唔好弄迄，干脆来变东西吼。你夹乱的，每一种色你做彩色的棉纸盒，棉纸盒安尼像迄枚也个啊？唔係，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另外一种用纯的材料安尼夹，嘿，你做出来，安尼最限制最短的一重啊，无可能按段的可以夹吧？差唔多有20公分以上的，嗰種我都可以去夾的。20公分都可以來夾。嘿，你可以夾先來做。安尼做出來一個完成品差唔多一台啊？可能我做一台先就可以啊。哦。安尼先生，你做過最細的作品喺頭度我能看到嘅鑰匙圈嘛？還有比佢個細嗎？有。耳機塞。耳機塞，等一下。防塵。防手機，比如我摕手機塞咧個防塵塞嗰種嘅，嘿，嗰種會較細一些。嗰種也可以變哦。可以，不過變出來嘅呢無紅漿都出嚟啦。嘿。有人仲唔聽哦？其實咩講聽咧，其實像嗰種紅色咩可以做耳環嘅嗰條，嘿，再加嘅一些嗰種金屬配件，嘿，咩可以做項鏈啊，買個書環都可以啊。所以嗰種有做過，你喺拿到放大鏡也係顯微鏡看到嘅變。唔是，跟咩可以可以按嚟直接變咧。哇，真是咯！安尼講到最細已經有紅色，最大作品有做過哪一條？像我哋咧皮衣啊，吼，嗰種嘅有冇涼衣嗰種嘅啊，吼，沙灘衣，像阿球你去個拿一個骨架，像架安尼來哦。你講冇拼得咧，咩冇錯得咧哦，喺我變上去，我嗰時候想講，吼，咁困難哦，做乜錢啊，種細條半係做咯。叫市民想講，好，算咧，好，那叫唔能來錢嚟拿。叫我路上講，我要變，要去變上去安尼。哦，嗰種燈咧，就像人哋以前講嘅做㗎，有一天咧變嘅嗰種，一結存到骨架係當公變。係。哇，安尼老師變嘅就燈咧變一嚿啊？應該說我連上同變，要花差唔多1個禮拜啦。1個禮拜吧。係啊。哦，迄咪算講迄唔變最久嘅一個作品啊？應該算差唔多。係。以前都冇變過。係啊，因為冇變過啊。不過老師，頭頭我聽到講嗰個地杯裡有自家有咧工作室，係咪？你喺工作室喺點哪啊？你可以新北市，你可以女僕鄉新北市。我睇女僕嘅地杯，係按到乜嘅名嘅可以去簽一下呢？可以啊，江夏龍江工作室。哦，江夏龍江工作室，有個名稱貼片呢，江夏龍江，咁用嘅按有個名呢？主要因為我想忘，也因為其實也名好係我阿叔按嘅啦，佢本身咩係藝術家，伊係專門畫圖嘅，因為也名好係按出來嘅，我想講，我去鄉下兩個人鄉下去經營嘅，我都想講，我係同樣名嘅出境來，本家己講有也地方，也江夏龍江係買東西。因為講下如果講我哋想望，我哋咧堂下係堂口都會講下堂嘛，嗰時頭前都會講下，人家都會定講，也有個想望嘅人家喺咧喺龍江路，因為我哋頭前喺龍江路，嗰時南河本來會龍江，安尼人家都會想講，原來有一個想望嘅老師喺咧喺龍江路哦，喺那片安尼，人家都記得咧。原來安尼，真有意思呢！觀眾朋友，原來佢。堂口可以按照人哋工作室嘅名嘅，江夏龍江，哇！龍江路、龍江路，安尼可以做一個名嘅，人工作室成立一久嘅啊？應該講吼，頭前咪係阿叔成立，已經有一段時間咧。阿叔咪有限制，落戶嘅也好，你不用去企嘅嘢。迄個落戶嘅地步咧？係，阿佢你一落戶嘅啦，以前我哋喺度落戶嘅啦。阿叔咪都冇企片喺度，吼。阿叔有去經營一段時間，過來都因為落嘅啊，都以前有個路係壓嘛，遇到颱風嘅時候，都會像人家講，屋啊會破啊，還是買嗬，都想講咁我
拄好可以做嘢的哦，拄好出来可以教的，无你想讲，无你古来穷养古来鸦片，有个来翻修过，我哋你重新走来讲，比如讲，伊你捌土，你可以教嘢编织安尼。哦，嘿，安尼先生，恁工作室底部会有一个发通吗？有判一个发通吗？工作室有时间会有，过大部分都是老辈的协会啊，还是买个厂商啊吼，还是买个请来等去。都不会搞，哦，用办请人去搞，用那个规划一个发通啊。一般伊人，譬如讲，伊人都会想讲，有的会像有的关怀据点啊，吼，像去福田啊，还是那，伊人都想讲帮老人家做啊，都想讲，老人家有嘛可以做诶，吼，又可以必定用到。主要吼，老人家都会必定通嘛，好，故说又要必定讲，刚刚讲遐东西又够好教哦，唔要讲像一般基本诶，伊哋要可以自家做东西出来，好，故说我哋教遐东西吼，对谁都太旅游，有资源诶没有，好，你变讲我哋，你讲，譬如讲我哋要去教嘅对象，看迄老人家。还是妈妈，还是乜个针对伊哋去做诶，来安排嘅课程安尼。唔单止作品可以客制化，连发通课程也可以客制化，对唔嘛？哇，老师，你头都讲到，人学生诶最细系幼稚园，最大7、8、4岁老人家也有。哦，唔过唐讲啊，唔单像系人家学生诶，连人家住所也系细人诶。哦，系啊，系出5个。出5个。嘿，像我也摆吼，去九如农会搞嘅伊哋农村记忆吼，你去搞嘅水做我哋人家看到嘅水果篮诶。好故说因为我哋做都会半成品嘛，故说伊哋古来表叔家。北部古来啊，你想讲，阿姨，我同听书啊，唔定可以听书嘛，我之后想，一定可以听书多的那篇必定做，拄好，我去教课的拄好，你去分嗰啲妈妈、阿姨啊，阿婆嗰啲啊，吼，做简单的可以都多纯熟先安尼。佢说伊都晓得，佢说我都教伊，我讲，上课时我嚟听书哦，安尼，你系去听书做，系去听书教。伊迄唔万岁搞到胎吗？应该讲伊迄爱万岁凸到胎。凸到胎。嘿，是咪伊就会想讲，有时又想过家步都想，我想要同听书，我想要同听书嘛，个安尼。嘿，结果人家细年的万岁迄搞玩具，结果人家趁万岁迄搞一个编织的作品台。人哋迄安尼，真可以变做人家住所。不过佢喺细年的同搞嘅老人家，会唔会佢会有嘅一些问题啊？伊去教的时间吼，像我哋也摆去，伊哋要合作一下，安这助教哦，真的还教讲真的呀，你别人一定看到伊，哎呦，安厉害哦，全部讲妹妹来，妹妹来，唔系老师来，老师来哦，也摆去全部人妹妹来，妹妹来，我都企喺嗰边看，我讲你很爱称讲，来，阿婆哈，咪开始看一下，伊嘅题。我哋讲有分步骤嘛，伊嘅第一步骤做唔出来，应该是一题睇书教应用诶就再来请安尼还买嘿，是咪做啊？古来时间，我都问伊讲，我都问爱称佢讲，你去教嘅吼，用你啊好教冇？伊就同我讲唔好教，用慢讲，因为讲脚管软因为已经做来做去啊，要。佢做到出門嘅啊，因為我哋上咗身體嘅課，佢說佢做出門嘅，要冇事做點啊，差唔多10點啊，又講都嗰幾件佢行，我肚子好餓，我肚子好餓啊，我又冇準備啦，我想講我哋那要行去嘅，佢說如果見佢行，佢都唔會搞嘅啊，又講，我古來是講我不能發火呢，因為講我說為什麼你會很生氣又不能發火安尼啊？伊就講，因為搞一點有窮樣嘅問題都唔曉得，都見搞，又到伊接唔愛做啦，都安尼。因為細年咧可能佢數嘅佢會嘅，嗰時佢國家其他行政好高嘅通常都講嘛，不是根本，佢耐性有限。不過其實也冇簡單嘅，按細年咧都本佢底下講，工作人嘅辛苦會安尼，佢用慢去搞。其實對佢未來的發展其實也幾好啦吼。不過先生，唔睇教學之外，還談到老師你有去擺攤咩？你去講哪擺攤咩啊？其實那都有，因為有的吼，譬如講參加嘅咩啊？義賣嘅啦吼，還是有關文創嘅度，看會邀請嘅種我哋都會去。全部都在屏東嗎？嘿，大部分，因為主要我哋會要推廣講吼，我哋菜地旅遊啊東西。我要好用好感覺唔會踩，你可以來請來。即係個按度嘅單咩啦，有本影響佢層面嘅年客啦，也係讀到
发生某个印象最深的事情吗？有嗰度，中部路嘅人下，你講新年嘅啊吼，伊哋你會看到嘅哦，你講，有東西我要做過呢，佢那邊做哦，我都講，唔佢那做嘅呀，佢那佢，伊都講佢那我講，唔點冇佢係呢，伊都個驚訝表情看到我，真係嘛講，係啊，佢係佢做嘅呢，你係未做埋講，係啊，我講係啊，佢都係嘅，伊哋都感覺哇，大驚喜哦，又講嗰種看到。冇想到伊會讀到，所以擺去擺檔嘅先生係，如果安尼，有的你係學生嘅呀，還是咩吼？伊會使講，你老朋友看伊會使講，也係來講係等個編織嘅老師呢，伊會安尼。安尼今日會唔會有學生嘅呀？迄個然後吼固定嘅程度去做一個談嘅呀？應該講吼，變咧有的人下變朋友，有時間你有的較後生嘅呀吼，你變有時間你會。需要的時間，伊哋如果同我聽書安尼。也係順勢程度，迄安尼攞俾留一下啦。老師，我想喺請教你下哦，而家因為環保嘅問題真重要嘛，多可能也個要係用塑膠嘅製品來做嘅，對你來講，有個環保袋，你嘅看法係乜嘅？應該講吼，像用到嘅塑膠東西，伊個東西塑膠嘅有到嘅，像塑膠籃嘅條，係咪舊嘅會壞係會變係還是咩？像我哋日做嘅水果籃嘅條籃嘅。唔會，用嘅話，伊可以用過久。頭如講嘅10年、20年都用得到，甚至於講唔可以用嘅，俾人家傳家之寶都有可能。真是。佢所講，一個東西可以用過久多，等於講唔是緊買啊。路邊咧會安尼啊，像我以前吼，咩看到嘅卡邦嘅怪好買，什麼都會安尼。只路邊嘅自家開始學嘢去做些，路邊嘅自家做一個自家擺包包。我都見白都發起嚟，出街又可以漲，還是買東西可以玩，又繼續按你見白落去。佢說如果你唔是花錢，你得經用到個叫多。就唔像人哋更加嘅一次性嘅塑膠袋啦，用起嚟都直接挑起嚟，甚至於講其實有個像老師講嘅，發起嚟有一個坑嘅，甚至於可以補來。有時可以出街又可以漲，還是買。又唔像以前個冇講更加又有個時尚嘅造型型嘅，哇，實在夠好呢！哇，觀眾朋友，今日聽嘅王先生帶來很精彩嘅故事，張底下講，人哋嘅興趣加上人哋嘅熱情，可以變做一個更好嘅工作，甚至於加上更加最流行嘅環保議題呢，而咧佢也可以用研究作為嘅傳家寶，也是太清得得咯。今日請感謝王先生帶來很精彩嘅故事同很多很等以下嘅作品，感謝你哦，先生。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希望大家有閒時可以去我哋呢邊材料。來打嘴鼓啊，來學東西都可以。我哋呢地方都會開屏東縣去培養新北市，唔啲嘅話，唔可以打我哋呢工作室嘅名嘅都可以簽得到嘅。好咯，到下邊我哋繼續先聽鄧先生來做一下運動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王振祥，來自屏東縣長治鄉，自己導演養生協會，另外一邊咧係陳先生，一邊係潘先生。今日要同大家所介紹嘅動作咧係側體甩手，側體甩手係做我哋嘅眼神嘅協調性，叫觀眾朋友都聽到我哋嚟做。首先呢，觀眾朋友，我哋呢腳呢都可以多用我哋呢下肢骨嘅平法哈。做嘅時間，我哋呢兩隻腳企喺下度變鬆嚟，先做一個正確嘅動作哈。我哋企嘅時間重量啲，像譬如講我更加企嘅時間重量啲右腳，我左腳變鬆嚟，我變鬆嚟過後，我右左腳踢出去，右手順勢拿好起來，再變下來。也係講我哋利用我哋嘅腳吼，同手嘅協調性。今日咧，我重心嘅腳咧，變喺第左腳，我右腳鬆嘅，我右腳踢出去，我左手拿好起來，也一種嘅做法吼。所以我做嘅動作係講我踢出去，
冰下来，摕出去。过来呢，我摕出去的时节咧，要注意那些摕出去的时节，我哋咧脚盘要沉下去，腳盤沉下去，本我哋咧腳盤咧，人講我哋咧腳盤咧腳眼主人嘅這要有發通吼，所以也係腳盤嘅這要發通。過來我做嘅時節咧，我哋安尼摕出去嘅時節咧，有人會講我安尼摕出去，我對哪？我對七條項安尼摕。七條項安尼摕，七條項安尼摕，唔係講唔喎。第一，我哋咧交骨無練動，我主要我哋要練動，我哋咧交骨，講我哋咧七條項嘅力量。係交骨七條，講我哋咧腳盤，安尼三個關節咧靈發通，所以我哋摕嘅時節，觀眾們注意看，藝術係無哪項嚟，我要摕，我對我嘅交骨哪項嘅嚟摕出去，變下來，我也係正面咧。示範的動作，我正面的示範咯，我藝術按樣來分咯。有啲觀眾咪我分開起來，數分開起來，好拿開起來，再變下來，數拿開起來，再變下來。有啲人我講我一鏡頭無法度拿，我電咧都按嚟都通嘅可以冇，也可以，因為也係本我哋咧數天天嚟一節一節拿開起來，也係訓練我哋咧數骨。我講我。我數棍可以嘅冇，也可以。咁我企到我正面咧，我踢出去嘅時節，我呢條底下有腳，我企到踢出去，我天天嚟拿起起來。第一點，我喺腳盤要傾下去，再天天嚟變下來。我企穩咧，我要拿再細腳嘅時節，我隻腳變鬆嘅，變鬆嘅時節，我對我一隻嘅交骨一隻拿起起來，踢出去。摕出去再慢慢嚟變鬆咧，也係正面咧嚇。正面咧，我哋練觀眾們聽我哋連續嚟做一次嚇。觀眾朋友也係正面的哦，今日來示範嚟講，初頭嚟講，我徹底水手係正面的，正面的樣，正面的都冇夠用啊。有一個人我企嘅時節，譬如講我更加聰醒，我企喺右腳，觀眾們唔睇嘅時節呢，唔要對左腳踢出去，踢喺啲唔係右邊，左腳踢出去係踢右邊咯。我企嘅時節，我企喺啲穩左腳，我右腳變鬆嚟。踢出去哦！唔好講啊，我企左，我企右腳，我踢嘅時間呢，係同方向按嚟踢，佢都冇對稱，冇對稱，對我哋咧交骨，我哋咧眼神咧協調都冇平衡。所以講，今日做嘅時間係側面咧，側面嘅時間我哋腳伸出去，天天嚟踢出去。我企穩咧，我左腳企穩咧，我踢嚟，係踢右腳。對左邊企穩，踢右腳，對我哋咧左邊嘅偏去，所以說我哋做嘅係切咧，我說要向下拿方嘅嚟咧，我企右邊，我左腳拿方嚟時，我踢右邊，順順上拿方起來，再變下來，再踢變下來，我左腳企穩咧，我再踢出去。以上係側面嘅動作嚇，我今日做連續動作，正面同側面嘅連續動作俾觀眾朋友看嚇。我企嘅時間，我先企左腳，右腳踢出去；企喺右腳，我左腳踢出去。今日咧示範做側面咧嚇，側面咧企，我企從適量企喺啲右腳，我踢左邊腳；我從量企喺啲左腳，我踢右腳。
以上所示范的呢是祈祷的动作，接下來呢，我哋做操禱的動作。今日我哋要做呢示範的動作呢係操禱的動作。操禱的動作呢，觀眾朋友同哪一種等嚟聽到我哋嚟做？一個動作呢係咁樣係側體甩手，側體甩手呢，我哋咁樣有正面呢，正面呢操禱我哋要做正面的呢，啲我哋操等呢時間操1/2，冇1/3，兩隻手扭頓等嚟腳，我哋呢腳呢踢定，我哋先腳拿上嚟，好，我哋呢腳拿上嚟時間，我哋伸出來，我哋腳盤呢向下擺，傾下去。有人呢一傾的時間呢會揪緊，也會正常啊，因為我哋冇做到安全嘅，我哋呢腳從來都冇安全嘅肌肉嘅運動，所以我哋做的時間，我哋腳拿上去嚟，揾腳拿上去嚟時間，拿上去嚟時間，我哋先伸出來，有人會講我腳盤啊嚟扭嘛，啊嚟扭也可以，啲我哋啊嚟扭，係做我哋下背嘅一隻伊嘅鏡頭比方說，嗰嚟我哋天天嚟同我哋啲腳盤向下擺，腳盤向下擺呢係幫我哋用咧，幫我哋咧後背腳筋比放鬆咧，前面嘅腳筋順暢嚟嚇，係按嚟做，所以我哋先做我哋坐頓凳咧，做我哋啲腳比我哋啲腳嘅連發線，即過嚟我哋啲腳拿唔好嘅時間咁樣嚟，我哋講今日嘅訓練，我腳嗰有力時，我哋啲腳亦就要踢一個沙包，踢沙包咧就講我哋訓練本行動模方片，我哋腳力嘅訓練嘅嘢，我踢沙包嘅時間，我腳拿上去嚟，我天天嚟掉上去嚟，我腳盤傾下去嘅時間，係幫我哋啲腳嘅循環係冇好順嘅時間。我哋可以做安尼嘅動作，幫我哋啲腳盤撞下去吼，比個循環個好一些。過來呢，我哋啲腳，我哋啲手咁樣咧，人講係甩手嘛，我哋啲手拿上去來嘅時間，我哋可以天天嚟訓，訓練到大項，再變下來。有人講我手鏡頭有50件，訓唔好咁樣咧。唔怕我哋咧天天嚟練講，訓練到我手可以拿上去來，到我耳孔行也就嘢時間，讓它變下來哈，天天變下來，也係正面嘅手。過來我哋正面咧連續按樣做咧，我手拿上來，腳踢出去，腳盤傾出去，手變上來，再變下來。翻上嚟，腳踢出去，腳盤傾下來，再變下去，亦係當我哋正面咧連續動作。觀眾朋友講啊，今日要跳戲咯，跳戲唔怕，我哋咧自然跳戲都可以。過來我哋示範我哋正面嘅動作，正面嘅動作要做正面嘅。第一，我哋正面嘅時間坐喺凳咧，又唔好坐喺地背哦，做過落背時，我哋兩隻手扭頓凳嘅腳，扭頓嘅時間，我一隻腳咧踢出去嘅時間，我對左邊，我一隻腳，我更加重心。思維朝左邊，朝右邊，我重新左腳也給你伸出去，左邊的思維臀變上來，踢出去，再天天呢朝左邊，我右腳變上來，我右腳變上來，那可以踢出去，慢慢的一片一片做，也係正面的踢好，過來我哋連續動作正面同側面咧，今日所示範咧係正面嘅動作，正面嘅動作我哋連續來做。又係示範正面嘅踢腳，再過來係示範側面嘅踢腳。側面咧踢腳第一點，我哋思維臀朝右邊，左邊變上來踢出去；思維臀朝左邊，我右邊變上來踢出去。
以上呢是我哋初到嘅動作，觀眾朋友我哋聽到我哋呢初到嘅動作好話來做，希望觀眾朋友眼神看見，我哋下一次拿來了。